位朋友，要照顧一位長期病患嘅人呢，其實係非常辛苦嘅。咁如果呢一個病人又同時患上腎嘅疾病，又患上癌症，咁嗰個辛苦之處呢，根本呢就係超乎想像嘅。咁今日呢，我係嚟到靈實司務道寧養院訪問黃建成醫生。黃醫生，我呢就想問下啦，腎病已經係好嚴重啦。咁如果再加埋 cancer， 真係嚴重到不得了。咁或者我哋分開嚟講啦，或者宏觀幫我解釋下腎病啦，同埋喺你哋醫院入邊咧，患上腎病嘅病人咧多唔多㗎？喺我哋寧養院裏邊咧，我哋都見唔少病人咧係唔多唔少都有一啲嘅腎嘅毛病。譬如佢如果有血壓高啊，有糖尿病，好多時個腎咧都可能即係因為長年嘅血壓啊，或者係糖尿咧，係令到個腎功能都會有啲影響，有蛋白尿啊呢啲。但係真係去到腎衰竭嘅病人咧，就唔算好多。但係我哋都會有一啲腎衰竭嘅病人，又或者同時有癌或者係冇咧，佢哋都喺呢度接受我哋嘅舒緩治療嘅。腎呢個器官咧係乜嘢結構啦？同埋咧佢嘅功能又是如何咧？腎就係身體裏面一個咧主要嘅排泄嘅器官，咁主要嘅功能咧就係過濾血液啦，係清除一啲新陳代謝嘅廢物，例如尿素啊、肌酐啊，或者其他一啲嘅多餘嘅電解質同埋多餘嘅水分。咁所以咧形成咗尿液排出去體外咧，就可以將呢啲嘅廢物咧就排咗出去啦。另外一方面就係調節身體裏邊嘅電解質啦，仲有就係酸鹼度啦，同埋咧係水分嘅平衡。咁維持身體生理嘅狀態咧係一個平穩嘅階段，令到咧係其他嘅器官啊、細胞嗰啲功能都可以正常。另一方面，佢都分泌一啲嘅內分泌嘅例如腎素啦，就可以控制血壓、調節血壓嘅。亦都有一個叫紅血球生成素啊，我哋叫做 EPO 啦。咁就係幫助個骨髓咧可以正常咁去生產啲紅血球出嚟嘅一個內分泌，以至於咧係令到身體嘅機能咧可以有正常嘅血色素啦，就可以維持正常嘅功能啦。咁佢個結構係點㗎？係兩邊一模一樣㗎嗬？結構咧就當然大家知道，我哋有兩個腎啦，喺脊柱嘅兩邊。咁而兩個腎咧，大家睇嚟都覺得好似蠶豆咁嘅。咁係咧大粒啲嘅蠶豆啦。另一方面就佢結構上咧就分一個腎嘅實質同埋腎盂兩部分。但係如果係微觀嚟講咧，每一個腎咧大概都有100萬個嘅功能單位啊，我哋叫做腎元。而每一個腎元咧就係由腎小球啦、腎小囊啦，同埋咧腎小管組成嘅。而呢個咁樣嘅系統咧，其實係一個過濾嘅系統，就係將血液咧喺腎小球裏邊咧，經過腎小球就過濾咗，就可以咧係喺腎小管裏邊咧係去重新吸收翻有用嘅嘢啦，或者分泌出一啲多餘身體想要去排除嘅一啲嘅廢料，主要都係一啲含氮嘅，即係身體新陳代謝嘅廢料啦，同埋多餘嘅水分，咁咧就會係透過尿液咧咁樣排出去嘅。咁而好多其他嘅電解質，例如鉀質啦、鈉質啦，如果係有剩餘嘅咧，都會喺尿液裏邊咧排咗出體外。呢個過程咧就係即係對身體新陳代謝咧係非常重要，同埋咧調節身體嘅水分、電解質咧得以平衡嘅。如果嗰個腎咧出咗問題咧，咁就會有不同嘅疾病啦。咁不同嘅疾病最平常見有邊幾類咧？同埋佢哋嘅病徵啊、成因啊係點樣嘅咧？腎病都係一個好籠統嘅稱呼啦。
咁係一種影響腎臟結構或者係功能嘅疾病咧，都係可以叫做腎病啦。所以種類繁多嘅。但係當然，如果輕微嘅時候咧，病人可能冇乜感覺，但係嚴重嘅時候咧，就可能可以導致嘅腎功能衰退啦，甚至咧去到腎衰竭嘅情況。所以就要根據唔同類型咧，我哋去分類嘅。咁常見嘅分類咧，就可以有兩大類嘅分法啦。第一類就係用時序嚟分啊。如果係比較好快去形成一個腎嘅創傷或者疾病咧，我哋叫做急性嘅腎損傷，英文叫做 AKI（Acute Kidney Injury），就係咧喺一個好短時間之內，個腎係因為受到唔同嘅創傷啦，例如真係交通意外啊，撞到周身好多嘅骨折啊、肌肉受傷嗰啲啦。另一方面就係身體嘅器官或者係血壓嘅控制，因為感染，因為一啲其他嘅問題，心臟衰竭啊，令到個血壓急降咧，咁都可以令到個腎因為唔夠血而急性嘅受損。另外仲有一方面就係唔同嘅毒素啦，包括咧一啲嘅藥物咧，佢哋都係有啲藥物係可以有高啲嘅腎毒性嘅。咁透過呢啲嘅藥物嘅影響咧，就可以令到個腎咧有急性嘅衰竭。咁如果有啲情形咧，就我哋叫做急性腎衰竭，係要好快去處理。如果唔係咧，個腎功能咧係唔會恢復，甚至咧會有生命嘅危險。一啲比較慢性啲嘅腎病咧，我哋叫做慢性嘅腎臟病啦，就 CKD 係英文 Chronic Kidney Disease。咁通常咧就係當個腎臟有一個破損或者一個功能性嘅失調超過3個月嘅時候咧，我哋就界定佢係一個慢性嘅腎臟病。咁通常就分做5期嘅，初期咧係冇乜病徵嚇，亦都係病人可能都唔知嘅。但係去到好晚期第5期咧，當個腎功能剩翻少過15% 嘅時候咧，身體就開始有唔同嘅警號啦，唔同嘅症狀。咁嗰時咧，即係最嚴重，我哋叫做尿毒症啦，uremia。慢性腎臟病嘅成因咧，全世界嚟講咧，最常見今時今日最常見就係糖尿病，而另外血壓高啊，另外一啲唔同嘅種類，譬如腎小球炎啊、腎盂炎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嘅，因為一啲毒素嗰啲影響嗰啲咧，都係即係可以形成呢啲慢性嘅腎臟病。咁第3類就係我頭先都提過一啲腎小球嘅炎症啦，或者係一啲嘅疾病嚇。例如腎小球炎啦，係主要都係因為免疫系統嘅失衡，令到咧係自己個腎小球受到身體嗰啲免疫細胞去攻擊，導致蛋白尿啊，甚至有血尿啊。咁最常見咧喺香港嚟講咧，有一種叫做 IgA 嘅腎炎咧，都係無論全世界或者香港咧，都算係比較常見嘅一種原發性嘅腎小球炎。腎臟小球嘅毛病咧，有時會引起一個叫做腎臟綜合症嘅，好多時有大量嘅蛋白流失，咁令到咧就身體裏邊嘅蛋白少咗啦，咁而因為咁樣咧就導致積水，咁咧要有水腫啊、腳腫啊、面腫啊嗰啲，咁通常就需要去即係認真嘅處理，去令到個水腫去消退。咁第4種嘅腎病咧，我哋叫做腎臟嘅間質炎。呢類咧就比較冇咁常見，就係腎臟嘅間質組織發炎所引起嘅，往往都係因為一啲嘅藥物啦，或者一啲嘅感染引起嘅。藥物方面最常見嘅咧，就譬如某一類嘅抗生素啊，或者係一啲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咧，都係最常引起一啲間質性腎炎嘅常用嘅藥物。通常表現出嚟咧，就係個尿量可能會多啲啊，或者係唔同啊，同埋個驗血嘅時候就驗到個腎功能唔知點解會差咗。咁有時都可以有血尿，不過呢個就會少一啲。當然仲有一啲咧係譬如多囊腎咧，就唔係因為呢啲外在嘅環境引起，而係一個遺傳性嘅腎病嚟嘅。隨住年齡咧，多囊腎嗰個嘅啲囊腫喺個腎裏邊一粒粒嗰啲好細嘅水泡咧，咁就慢慢增大咧，就會壓迫嗰個嘅腎臟，令到腎功能咧慢慢去減退，慢慢嘅去缺損，
令到咧最後引致腎衰竭。當然仲有大家都好常知道嘅腎結石啦，咁呢啲都算係腎病嘅一種。初期如果佢係淨係結石咧，就未必對個腎會有影響。但係如果長期有結石阻塞住咧，亦都係對個腎功能咧慢慢係會令到佢破損啊，慢慢去退化。咁所以呢幾大類嘅腎病咧，都係需要唔同嘅治療，針對性咁去處理佢唔同嘅成因嘅。咁多唔同嘅病類咧，其實主要嘅成因係先天抑或後天咧？可能先天後天因素都有嘅，有一啲咧係主要係一個遺傳性，即係一啲同啲遺傳基因有關嘅。咁遺傳嘅因素，譬如話頭先講過嘅多囊腎啦，或者一啲遺傳性嘅腎小球炎咧，都係可以係即係喺一家人裏邊咧，可能有唔止一個嘅病人。所以如果我發現有呢種嘅病情咧，我哋通常都係會主張佢哋揾啲直系親屬都去驗一驗。會唔會都有同樣嘅病？第二方面就係因為免疫因素嘅問題啊，因為我哋身體免疫系統咧都係一個防禦機制嚟嘅，咁就會幫我哋咧抵抗一啲外來嘅，譬如啲細菌啊、病毒。但係當呢個免疫系統出毛病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打我哋自己身體裏邊唔同嘅器官。當佢影響到個腎小球嘅時候咧，就會引起腎小球炎。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要明白免疫系統好多嘅機制，以至於我哋治療腎小球炎嘅時候，我哋就知道用邊類嘅免疫抑制藥有機會可以控制到。而第三方面係一啲新陳代謝嘅病引起啦，譬如糖尿病啦，係一啲尿酸過高咧。其實而家醫學上都發覺呢兩樣嘢都係對腎功能嘅破損咧係有好大嘅影響。第四方面咧就都因為一啲唔同類型嘅感染啦，譬如鏈球菌嘅感染咧，亦都可以係引起一啲繼發性嘅腎小球炎嘅。通常咧就呢類嘅病咧都係要即係第一就係要清除咗嗰啲鏈球菌嘅感染啦。第二方面就係如果係已經引起腎小球炎咧，就要針對嗰個嘅過程咧，適當咁用一啲免疫系統嘅抑制嘅藥物去控制整個嘅病情。最後一方面嘅成因就係我頭先提過一啲藥物嘅副作用或者一啲毒素引起嘅腎病，咁我哋就要針對翻呢啲唔同嘅毒素。譬如如果真係發覺有一啲腎毒性嘅藥佢食咗對個病人個腎係有影響，就一定要停啦。第二方面就係要 check 下有冇一啲嘅譬如重金屬咧。有時我哋用咗一啲唔同類型嘅化妝品啊，有啲係美白劑咧，原來發覺有好多水銀嘅，咁嗰啲都係對腎小球啊、腎臟咧係有好大嘅即係影響嘅。咁腎病有咩病徵㗎？腎病嘅病徵咧，如果早期咧就唔多嘅，但係如果去到後期或者一啲特別嘅情況咧，譬如蛋白尿咧。就病人就會覺得，咦，第一啲小便咁多泡啦。如果一啲比較 health conscious 嘅病，佢哋就會知道，咦，會唔會係蛋白尿咧？咁去睇醫生，咁就可以發覺到，即係驗到之後就驗到小便裏邊咧有蛋白，或者甚至有其他嘅，譬如血啊嗰啲都得嘅。咁另一方面就係，如果一啲係腎炎咧，佢都有機會可以有血尿嘅，腎小球炎。咁而血尿咧，咁啲人一見到小便有血就驚啦，都一定睇醫生，就因為咁樣而驗到係有腎病都可以嘅。咁當然如果係蛋白尿，頭先都講過啦，有時好早期蛋白尿，因為蛋白流失多咧，都可以引起水腫。好多時啲病人都係因為腳腫，點解無端端腳腫咗一排咧？咁都嚟睇醫生，就發覺原來係腎病都可以。咁當然，如果真係一路冇乜症狀，去到腎功能缺損超過4-5成以上咧，病人開始可能就會有啲病徵啦，例如話
好攰啊、疲勞啊，或者係行路好易氣喘啊，因為開始有貧血嘅時候咧，咁都有呢啲嘅病症令佢引起腎病，有時都會好快就引起一啲血壓高嘅病人，又留意到有啲血壓高嘅症狀，量血壓嘅時候量到血壓高咧，都係可以因為咁樣咧。再一路仔細偵查之下，就發覺原來有腎病。咁而當然去到最後期，有啲病人因為一路冇乜病徵，去到真係去第5期啦，即係有尿毒症嗰時，佢哋先知咧，咁就開始會有作悶啊、作嘔啊、冇胃口，甚至咧係精神好不振。咁啊，我哋幫佢檢查就發覺嚴重貧血，嗰時可能係已經去到係晚期，係需要接受洗腎嘅時候。咁所以咧，最大嘅關鍵就係要定期咧檢查個腎功能。咁呢方面咧係我哋都係建議病人，如果真係個腎完全冇事，起碼1年2年都要驗一驗血，特別上咗年紀嘅就比較係穩陣啲。有血壓高嗰啲，我哋都建議佢可能密啲去檢查個腎功能。咁如果真係不幸患上腎病咧，治療方法嗰方面咧有幾大類嘅選擇咧？常用咧就係可以用藥啦，藥物嘅治療啦，即係唔同類型嘅腎小球炎有唔同類型嘅免疫系統嘅抑制嘅藥咧，可以去針對。當然未必可以根治，但係亦都希望可以控制到個病情咧，令到佢唔會咁快惡化。咁當然另一方面，如果病人有腎病嘅症狀，譬如水腫啊，咁呢啲症狀控制咧，我哋係需要去用藥啦。譬如水腫咧，我哋就通常會適量咁去用去水丸啦，所謂就係一啲利尿嘅藥物。咁利尿嘅藥物咧用咗係可以消腫，但係我哋用起上嚟都要小心，因為過量嘅利尿咧去水咧，亦都有時對個腎功能係有影響嘅。咁所以呢方面我哋都要小心咁用啦。而當病人因為腎病或者係身體有血壓高嘅時候咧，我哋更加需要咧控制好個血壓。通常咧建議都係控制個血壓喺130/80下邊嘅。研究發覺咧，當你個血壓控制到呢個情況咧，就可以減慢佢對腎功能嗰個嘅影響。建議病人無論咩事睇醫生都要話俾醫生聽，我腎有事，咁令到佢咧醫生用藥，譬如抗生素啊、其他藥物嘅時候咧，就減少用一啲嘅腎毒性高嘅藥。咁而第二方面嘅治療咧，就係一啲替代性嘅治療啦。當腎功能去到一個地步係末期啦，第5期就需要可能身體真係適應唔到，就需要一啲嘅替代性嘅治療，例如透析服務啦。咁透析服務有分血液透析啦，同埋腹膜透析。咁而另一類嘅替代性治療咧，當然就係換腎。咁但係香港嚟講咧，換腎都唔容易，因為咧就我哋都知，即係捐贈器官嘅人唔多。咁當然另一類嘅換腎咧係可以係活體嘅換腎，就係直系嘅親屬係可以，如果配對到係適合咧，可以係即係捐一個腎俾自己嘅親人，咁亦都幫助佢哋咧，免治佢哋要接受透析治療咁辛苦。頭先講到透析治療咧，我聽過又話洗血，又話洗肚，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喺透析治療裏邊咧，分2種啦。洗血咧，即係我哋所講嘅血液透析；而洗肚咧，就係我哋學名就叫做腹膜透析。血液透析咧，就係將啲血咧係喺病人嘅身體透過一個嘅漏管咧引流出嚟，經過一部嘅洗血機啦，咁就可以咧將病人嗰啲嘅血液裏邊嘅廢料清除，過濾完之後咧就將清潔嘅血液咧俾翻佢。咁呢個叫血液透析。通常咧就需要做血液透析嘅病人，起碼每個星期都要做2至3次，每次做大概4至5小時，咁就係可以有一個恰當嘅適切嘅治療嘅。咁而腹膜透析咧就係利用
我哋病人自己本身個腹膜咧做一個半透析膜，咁而喺腹腔裏邊咧注入一啲嘅洗肚嘅藥水啦、透析嘅液啦，咁令到身體透過腹膜嗰個半透膜咧，將啲廢料排出嚟喺嗰啲透析液裏邊，咁而若干小時之後咧，將啲透析液引流翻出嚟，咁就可以將啲廢料從身體排走啦，同埋多餘嘅水分都可以透過嗰度排走。腹膜透析咧，因為可以病人學咗翻屋企做，咁就相對靈活性會高啲。咁就當然病人就麻煩啲啦，自己要翻屋企一日大概3次啊4次換水，或者如果係經過一啲腹膜透析機咧，就可以夜晚臨瞓就駁水啊，叫做上咗機。咁瞓覺嗰6至8個鐘咧，咁就個腹膜透析機咧就幫佢換幾次嘅清潔嘅透析液，咁就令到佢日頭咧就可以減少，甚至唔需要再日頭換嗰啲透析液。咁整體嚟講咧，香港嘅醫療制度咧，特別喺公立醫院裏邊咧，以腹膜透析行先嘅，因為血液透析嘅位置咧係全香港都係唔夠噶啦。咁所以就當病人真係有慢性腎衰竭需要洗腎嘅時候咧，都係以選擇腹膜透析行先嘅，除非病人嘅腹膜係唔適合洗肚，咁咧就先至可以考慮俾佢選擇血液透析行先。如果資源唔係問題，即係嗰個病人係去私家，佢可唔可以直接去第二種咧？即係如果係資源唔係問題咧，其實洗血同洗肚咧兩樣嗰個嘅存活率咧，基本上就冇乜好大嘅分別。而家現存我哋洗肚同洗血嘅病人咧，都係兩類唔同嘅病人，可能佢哋身體有其他唔同嘅病程度都唔同嘅，咁所以有時就好難咁樣比較。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治療？譬如話食嘢啊、飲食調理嗰方面咁呢？另一方面，當然除咗呢啲醫療上嘅處理啦，喺生活習慣方面啦、飲食方面啦，或者一啲其他生活嘅習慣，都係需要作出調整嘅。咁例如飲食方面咧，特別係已經去到晚期嘅病人，我哋就要佢哋食低鹽餐啦。同埋咧就控制佢蛋白質嘅攝取量。醫學上都發現咧，如果你過分高嘅蛋白質咧，係會為身體嗰啲新陳代謝廢物咧係即係帶出更多嘅廢物。長遠嚟講咧，就會令到個腎過度嘅疲累啊，因為太多嘅蛋白嗰啲嘅廢料要喺個腎嗰度排出嚟嘅時候，令到個腎臟過勞咧係更加快嘅去加速佢嘅衰退。但我係正常人，我食好多雞蛋冇事嘅。正常人咧就可以食即係多啲蛋白質都得，但係一般咧我哋都唔建議過分多嘅，因為始終 overnutrition 而家其實都係一個嘅問題嚟嘅。鹽多又唔好，點解咧？糖多我信都唔好嘅，係嘛？鹽分咧，因為第一就係佢會令到身體積水，第二方面咧就係會引起血壓高，咁所以咧就控制好個鹽分嘅攝取量咧，係可以令到身體冇咁易積水，同埋咧血壓比較容易控制得到嘅。咁所以低鹽餐係好緊要啦。另一方面就係當病人個腎功能差到一個地步咧，都係要控制磷質啊、鉀質嗰啲嘅攝入，因為咧個腎或者係透析嘅能力咧，唔可能排除咁多嘅磷質同埋鉀質。如果血液裏邊磷質、鉀質偏高咧，對個骨骼唔好啦。鉀質偏高仲有生命危險添，因為鉀質太高嘅話咧，個心臟影響佢個跳動咧係可以跳亂甚至唔跳嘅。建議病人喺飲食方面呢啲電解質高嘅，如果磷質高嘅，譬如係一啲嘅內臟啦、堅果啦，或者甚至一啲汽水咧，都磷質都係偏高，所以都建議佢哋少飲汽水啊，其他啲嘅所謂 soft drinks 啊。鉀質咧當然嗱，大家知道生果蔬菜鉀質高嘅，咁病人係咪唔可以食咧？咁又唔係，就要計翻好個份量，同埋咧，如果係即係煮蔬菜嘅時候咧，有方法教佢哋咧
浸過水足夠嘅時間之後咧，亦都可以減低蔬菜裏邊鉀質嘅含量。咁所以好多時我哋都要揾dietitian 啦，即係營養師咧，教啲病人點樣用幾多份量，點樣煮食，咁咧幫佢哋咧避免咗啲磷質鉀質過高。如果真係都冇辦法咧，就可以一啲降磷嘅藥，即係磷質嘅結合劑啦，咁就幫佢將食物裏邊嘅磷質鎖喺嗰個腸道裏邊，就唔會吸收到身體裏邊。咁咧，而家下一個問題仲複雜，就係如果個腎病嘅病人又再不幸染上咗癌症，咁點算呢？頭先你又話嗰啲有啲毒性嘅藥物啦，但係我哋知道有好多治療癌症嘅藥物都有相當嘅毒性，可唔可以講一講整體個情況會係點呢？病人如果同時又有腎病又患上癌咧，真係都好不幸啦。但係如果遇到咁嘅情況咧，醫生都會採取一個多學科嘅協作啦，譬如腎科醫生或者係腫瘤科醫生都同腎科醫生咧，大家互相去溝通，令到咧即係用藥嘅時候就會第一小心啲啦，第二就係選取合適同埋合劑量嘅藥物，以至於咧係治療到個癌症之餘，亦都唔會傷害到個腎嗰個嘅剩餘嘅功能。咁所以喺評估個病情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睇下權衡輕重，即係究竟腎病嗰方面係嚴重啲啊，定係癌症方面係嗰個情況係嚴重啲嘅。譬如一啲係發展得好快嘅癌症，而又有機會轉移嗰啲，而當個腎病嘅情況唔係咁嚴重嘅時候嘅，可以抵受到一啲比較毒性高嘅一啲嘅即係化療藥嘅時候咧，咁就趁嗰個時候早啲去切除又好，另外再用化療嗰啲咧，就盡量幫個病人咧清除咗個癌症。咁但係當如果係腎功能已經好差嘅時候咧，咁就治療方面就要小心啦。好多時都要大家開會商量，甚至要同病人傾究竟用唔用藥啊，用邊類藥，或者轉門用一啲電療啊，其他嘅方式去治療嗰個癌症。咁而家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選擇嘅，咁所以都係即係需要即係癌症嘅專家同我哋腎科嘅專科咧，就大家溝通咧就會更加清楚。如果有唔清楚嘅時候，我哋都可能要詢問一啲嘅即係藥劑方面嘅專家啦。咁大家咧一齊咧得到一個即係合理嘅治療嘅方案，以至於幫到病人可以控制個癌症之餘，亦都唔會損害個腎。嗱，為咗唔好再加重嗰個腎嘅負荷咧，我哋要避開一啲毒性高嘅嘢啦。但係你知道我哋香港係一個華人社會咧，我哋90%嘅癌症病人都睇中醫嘅。咁如果佢嚟問你咧，你會點樣同佢講咧？嗱，中醫咧，我哋都有好多經驗咧，好多病人咧又同時睇西醫，同時睇中醫嘅。咁我哋知道咧，而家大部分嗰啲中藥咧，當然佢可能有啲治癌嗰啲，我哋就唔清楚。但係好多時中醫佢哋嗰個治療嘅方向咧，都係着重固本培元，咁咧就幫助病人咧佢身體起碼健壯咗先，咁以至於佢接受個化療嘅時候咧，身體可以抵抗得住，亦都唔會咧係受到即係嗰啲抗癌藥嘅影響咁大。咁而第二方面咧，中藥咧亦都可以減輕病人一啲嘅症狀啦，或者甚至一啲因為用西藥引起嘅，譬如便秘啊，咁咧中藥咧都係好有作用嘅。我知道貴院都有中醫嘅服務㗎嚇。我哋都好多時即係就算病人用緊嘅治癌藥咁樣，咁我哋都會請中醫，譬如有啲症狀嘅控制啊，請佢用藥咧，佢哋都會好小心，就住病人嘅處境咧，用藥個份量可以如果病人身體弱啲，佢就用細啲份量，咁往往咧係得到唔錯嘅效果嘅。
你嘅經驗入邊咧，呢啲患有癌症同埋腎病嘅病人咧，情緒方面咧，你會點樣去輔導佢哋咧？同時患到兩個都係真係叫做絕症嘅一個嘅情況咧，基本上啲病人或者家人咧都會好沮喪。咁呢個我哋一定要去小心去處理啦。同埋首先咧就要多啲同佢哋溝通，同埋聆聽佢哋嘅掛慮啊，佢哋所擔心啊，咁就透過即係一路了解佢哋所擔心嘅事情咧，我哋睇下點樣去介入，去幫佢哋，透過藥物啊或者一啲嘅輔導啊，希望都能夠幫到佢哋消除佢哋一啲嘅疑慮啦。咁有時病人嘅一啲嘅疑慮咧，往往係因為對治療嘅過程咧唔熟悉或者唔清楚，佢會好多不必要嘅一啲嘅擔憂嘅。咁所以當我哋同佢解釋個治療方案嘅時候，都要詳細啲、耐性啲解釋清楚咧，往往就可以幫佢哋咧消除咗疑慮之後咧，令佢哋嘅擔憂咧都減少，同埋都要同病人嘅家人一齊去溝通，以至於喺屋企裏邊，當病人有疑慮嘅時候，家人亦都係可以幫到佢。好多時我哋都要有一個嘅叫做 family conference 啊，即係我哋院裏邊都經常有嘅，就係請埋屋企人嚟，將個病情同啲家人同病人一齊去討論分享，甚至徵詢佢哋嘅意見，一啲治療嘅方案啊、治療嘅方向啊。咁去到病人晚期嘅時候啦，就會進入呢個舒緩治療嘅階段嘅。咁喺呢一方面咧，到時你會點樣令個病人喺身體啊、心靈嗰方面咧係得到最好嘅照顧咧？我哋咧都有好多點需要考慮嘅。第一方面就係病人最需要嘅咧就係舒適啊，同埋咧心裏邊咧冇乜掛慮。首要咧，我哋就幫佢控制好佢嗰個症狀。譬如如果佢真係有痛嘅，我哋適量用一啲恰當嘅止痛藥啦嚇。咁如果係好輕微嘅，可能用普通嘅必理痛啊嗰類即係簡單嘅止痛藥都已經足夠。但係如果真係再嚴重啲，有啲我哋叫做一啲所謂analgesic ladder 嚇，即係一路嚴重啲，我哋就用一啲強力啲，甚至去到好後期，我哋可能需要用一啲嗎啡類嘅藥物去幫佢控制好疼痛啦。同埋如果佢真係有氣喘啊，我哋都可以俾少少嗎啡類幫佢咧舒緩佢嗰個喘啊、窒息嗰個感覺。咁如果有其他嘅症狀，譬如作嘔作悶啊，我哋而家都有相當好嘅止嘔藥咧，幫助到佢哋咧。因為有時作嘔作悶又嘔唔到咧，就好辛苦嘅。咁所以呢啲嘅藥物咧都幫到佢哋。另一方面就係如果係當佢心情煩躁啊，或者係真係抑鬱嗰時，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嘅精神科嘅藥物啦，舒緩佢嗰個壓力同埋佢嗰個嘅抑鬱。希望咧都幫助到佢個情緒咧係比較穩定，同埋咧係可以係感覺到嗰個平安喺裏邊。咁另一方面就係當然除咗話症狀控制咧，都要俾佢有一個足夠嘅氛圍咧，令佢過每一天都係可以覺得精彩。我哋寧養院每一天咧都有唔同嘅活動咧，俾啲院友同埋佢哋家人咧係可以一齊去參與嘅。例如一啲嘅藝術治療啦、音樂治療啦，或者係一啲唔同嘅聚會啦，可能有啲係有宗教信仰嘅，我哋可能有啲嘅詩歌嘅分享啊。甚至咧有一啲院內嘅崇拜，俾到一啲嘅信徒嘅，讓佢哋嘅生活咧更加豐富，同埋咧就唔會覺得沉悶。定期我哋都有一啲嘅義工嚟探訪，舉辦一啲嘅遊戲啊、分享會啊，咁呢啲咧都係可以幫助佢哋喺呢度咧每一天過得充實同有意義。綜合嚟講咧，就係無論係醫生、護士、社工、院牧或者我哋其他嘅志願嘅人員，我哋都係希望咧，係幫助病人咧，每一天都活得精彩啊，直到最後一日。咁所以喺跨領域嘅合作方面咧，係好重要。我哋醫生唔係淨係醫生護士去幫病人，我哋社工、
我哋嘅院牧或者教會嘅朋友啦，咁佢哋都會定時咧嚟我哋領養院度做一啲嘅服務啦。近年來政府咧就積極推廣呢個Advance Directive 啦嚇，預設醫療指示嘅腎病嘅病人咧，如果到末期嘅時候咧，佢咩透析啊，佢咩都唔要咧，係可以嘅嗬，即係因為成日好擔心有呢個安樂死個 euthanasia 嗰個角度篩咗去，但如果佢拒絕就算鹽水啊、透析呢啲咧，係唔係都會尊重佢個人意願咧？係嘅，因為當病人去到一個階段，佢都覺得生命已經足夠啦。我哋咧係可以即係尊重佢嘅意願啦，同埋一啲我哋都知道某啲嘅治療咧，你都唔係可以延長到佢嘅壽命好耐。如果佢係冇做開透析治療嘅，我哋就唔會夾硬要去做啦。我哋最近都有一個病人都係洗咗血洗咗1年，佢哋家人話俾我聽啦，我每個禮拜洗一次嘅啫，咁我知道啊，每個禮拜洗一次，即係話佢腎功能都唔係太差嘅，即係都仲有可能超過5%啊至10%都唔定。佢後尾話唔想洗血，咁屋企人又尊重佢，連洗血嗰條喉都掹埋啦。咁我哋就收咗入嚟做舒緩治療啦。如是者佢到而家超過1年有多，咁佢喺呢度生活都好充實啊！每一日有陽光佢就落去下邊曬太陽，有時就係上下天台嘅花園去欣賞下啲風景。另外咧就都有家人嚟探佢啦，佢又參加我哋其他嘅活動咧，成日都見佢喺度笑嘅。即係舒緩治療嚟講咧，對呢啲病人咧都係可以幫助到佢哋，令佢哋亦都唔需要再受其他一啲不必要嘅治療嘅折騰，但係亦都讓佢哋咧可以真係活得更加精彩同埋有意思，每一日都開心嘅。最後一個問題就係照顧腎病嘅病人啦，即係屋企人咧，如果佢要透析啦，你都要幫佢，咁亦都可以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加上後來有其啲 complications， 你會有咩勉勵俾我哋嘅照顧者咧？嗱，因為而家如果喺醫管局裏邊洗腎嘅病人咧，佢哋好多時特別洗肚嗰啲咧，佢哋都要學咗腹膜透析先至可以返屋企自己做嘅。咁如果有照顧者嘅一啲病人咧，有時佢哋係由照顧者幫佢換嗰啲嘅洗肚水嘅。咁嗰啲情況咧，就連照顧者佢哋喺唔同嘅腎科中心咧，佢哋都會係幫佢家人咧做埋訓練，俾佢哋咧喺屋企可以知道點樣照顧病人。除咗訓練佢自己換水啊嗰啲之外，佢哋平時適量嗰啲飲食啊，點樣控制啊嗰啲咧，佢哋都會教埋個病人。所以呢方面，一般病人嘅家人咧，都係會已經知道點樣用藥啊，點樣去處理嘅。咁當然，當佢情況轉變啊，就有唔同嘅，咁我哋就適當咁幫佢去調節翻啦。咁而另一方面就係亦都感受嗰個照顧者佢哋嗰個嘅壓力啦，同佢傾偈啦，了解佢有咩需要。有時可能照顧者都覺得好疲倦，即係如果係唔需要洗腎啦，咁佢都喺度陪伴家人嘅時候咧，佢可以將個病人或者送入嚟住一段短時間，咁佢自己休息下。咁呢個我哋都係可以有咁樣，我哋叫做即係一啲暫託嘅服務。呢方面咧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咁總括嚟講，我哋都係一路學習點樣同病人同家人同行啦，係透過我哋所有嘅資源、我哋嘅人手、我哋嘅活動，一路去支持佢哋，讓佢哋喺屋企裏邊都能夠有平安啦。有需要嗰時又可以入嚟短暫嘅暫託，咁呢個都係我哋成立中心個嘅宗旨嚟嘅。黃醫生，今日同你嘅訪問，我學咗好多嘢，好多謝你同我哋嘅分享。